試探2，馬太福音4章1節。隨後耶穌被聖靈帶到曠野受魔鬼的試探。耶穌喺曠野所受嘅試探，都係同佢一生嘅事業有好大關係。首先，變石頭做餅嘅試探，呢個係物質主義嘅試探。如果佢能夠徹底解決人民嘅生活問題，求得經濟條件嘅滿足，佢一定可以贏得世間萬民嘅擁護，而且能夠令佢哋安居樂業。但係佢嘅回答卻係堅決而高明嘅。人活着不是單靠食物，乃是靠上帝口裏所出的一切話。第二，喺殿頂跳落嚟嘅試探，既然佢係上帝嘅兒子，有超人嘅能力，佢可以用駭人聽聞嘅奇特手段施行神蹟，號召萬眾。但係耶穌覺得咁樣不單止係試探佢自己，而且係要叫佢去試探上帝，破壞上帝嘅定律，係走捷徑，唔係正人君子所應該取嘅光明正大嘅手段。所以佢就毅然堅決咁拒絕咗啦。第三，拜魔鬼嘅試探，呢個係同罪惡妥協嘅試探，以換取世界嘅榮華權勢。魔鬼誘惑佢，何必獨善其身，自矜高潔呢？但係耶穌卻識破魔鬼嘅詭計，認為只有遵從上帝嘅旨意，同埋照住佢嘅真理，至終係必獲勝利嘅。嚟到呢個時候，佢已經勝過咗3項最大嘅試探，已經認清佢為人嘅方針，同埋日後將要走上嘅苦痛途徑啦。佢只有忍耐，深信同上帝同行，就能夠戰勝萬惡。所以喺十字架上成了嘅呼聲，正係響應呢個曠野堅決嘅選擇，係佢早喺3年前就已經預見到㗎啦。我哋每日遇到嘅試探，雖然係同耶穌所受嘅唔同，但係佢應付試探嘅原則同埋精神，對我哋卻係好有幫助嘅。用耶穌對付試探嘅方法，我哋就可以更加有力咁去抵擋魔鬼嘅詭計，喺生活中活出美好嘅見證。耶穌俾聖靈引導去曠野，現在我哋所處嘅曠野係一個缺乏信念嘅世紀中，充滿荒涼嘅世界。主啊，今日如果試探臨到我，求你賜我能力，能夠學習救主耶穌嘅榜樣，堅信你嘅話語，立定腳跟，不致動搖，不致跌倒，靠我主基督。阿門。